乡亲继续收看《华视台语新闻杂志》。台中的天外天剧场，2020年获文化部列为鉴定的古迹进行着抢救，但是伫日前去互撤销公告，马来行动就失去最后的保护线。2021年的1月，所有权人以安全为理由，甲厝顶的杠条甲拆掉。在地文史团体到场关心，是唔甘阁无奈。天外天剧场是台湾1930年代上届华丽欧洲式的剧院，嘛是台中最后一座日本时期的剧院。但是多年来，这个私人的产权甲文化保存之间的扭力，真歹处得平衡。未来像这款的案例，阁要安怎来讨解呢？咱做伙来探讨。工人爬起咧厝顶，听每一支私行杠牛。这个车就伫咧台中后火车头的天外天剧场。真侪年来，文史团体走踪呼吁，希望甲伊保存做历史建筑。剧场才3摆多过，却有家己的主人拍掉做平地命运。不过直到这一天。2021年1月7日下晝9點，大型机具慢慢驶入去下巷内底，準備甲厝拆掉。阿人像圍個路口，早就有真濟在地文書工作者伫咧遮等。很多伙伴他们这么努力，然后这几天晚上大家都睡不着觉了其实就蛮难过的。这个城市它就没有文化，很可惜。这里是很多人的家乡，那未来他们如果再离开这里，然后去别的地方努力的时候，他讲不出自己的家乡故事，那这个地方其实很空白啊，对啊。所以天外天过去有啥物故事？留下偌济岁月痕迹。2020年8月，华视采访小组就捌独家来遮翕，带大家来看天外天内部神秘的故事。这边这个地方。这边有个斜坡下去嘛，其实就是建了一个吊虾池。这边风管有没有？其实就是当初是冷冻库的那个排热的嘛，就是一个冷冻风管上去嘛。钢筋裸露，就是一个危险的一个指标。然后再来就是梁柱破坏掉了。迄个时阵，天外天是一栋危楼，过去一口专手经营冷冻厂，嘛做过吊虾场、粉椒毒，甚至有一段真歹讲出去的历史。这边就是以前的红灯区，这一排建筑物都是。那当初是合法的，都是合法的工商区，所以现在完全都没住人了，也都撤掉了啦。这里面是属于也是啊，就是刚刚的2楼啊。这个会上到。对啊，就是你刚刚那个2楼啊。天外天的后门瓦工厂区，1956年台中市议会通过设风化区了后，这个车就成做台中人的禁区。安尼建筑物敢有文化历史的保存价值？当然唔是。天外天的价值要为80多年前开始留。1936年，台中好野人吴子如开15万起的天外天剧场正式开幕。当时起火车头的经费才8万块尔。吴子如开这条钱，选择了汉人集中伫咧南台中，起当时上豪华欧式烟戏剧场，有18.65公尺宽烟戏厝顶，是公司机起上大间的，水的天道亲像东京宝通剧场。铁轨之前西半部是日本人生活的区块，那东半部这边就是农工，这是以台湾人农业工业的重镇。他是怀着一种国族的情怀，他想要复兴，他想要繁荣南台中。就算伫咧80多年后，这栋澎远的厝，同款会当看到当年的建筑美学。这座会当坐630个座位的剧院，表演新剧、京剧，电风头人像林献堂、立下成员拢是贵宾，甚至吴子如定定邀请文人雅士举办诗会。我们要去回忆历史，回想过去的文化，有发生过什么事，有什么人在这里活动，有什么故事。你如果没有一个具体的空间存在，其实很难想象出来。
因为战争，从压迫停业的天外天剧场，伫咧战后会有营业，因为票房无好，加上吴祖如破病过身，1948年天外天剧场转手卖掉，改名国际戏院。虽然戏院的经营伫咧1956年有风化区来遮做，就愈歹生存，一直转卖嘛一直互破坏。有一段时间，伊正做都市毒瘤，无人想要来，直到文书团体来找台中的基地，才发现这珍贵的所在。日本时代最后一座台中的老戏院，那还藏在候车站的巷弄之中。它的资料也是慢慢的去把它找出来。台中以及台湾大大小小的历史片段，它都牵扯纠葛在一起，是非常丰富精彩的一个剧场建筑。2014年3月，文书团体提报天外天是历史建筑，却因为资料无够，文书审计小组讲主体损害严重，袂当讲是历史建筑。资料愈找愈侪，有人替伊写书，有人替伊做网站，建筑系学生替伊做模型，五架后代甚至跨海到处翕纪录片。文化部嘛编300万，予台中市政府，请朝阳科技大学区建委做详细调查报告，搁一摆提报共款无成。去推翻以前的那个审议结果，一定要有充分的理由。虽然我们邱建伟老师团队做了很详细的一些调查，但是这些调查没有跳脱104年那时候审议的里面的相关的一些讨论的事项内容，所以还是维持原来的决议这样子。2020年4月，就伫咧台中市府依法稳准地主拆掉时阵，文化部紧急命令将天外天指定做鉴定古迹。地主不服，遂向行政院提出诉愿。如果今天它是一个政府机关的所属房舍，你这样子主张我都没有意见。但是今天它是一个私产权的东西，你有没有尊重过所有权人本身的意见？毕竟一个私人产权的利用受到这样的一个钳制，不管是在有形或者无形上面的这个损害，这个都很难去具体的去量化出来的。今年12月，行政院撤销鉴定古迹，天外天剧场上尾一道保护线总因为安尼消失。2021年1月，所有款钱开始拆除作业，天外天剧场未输建不起历史。制度上一定有一些缺陷，导致所有权人跟关心文字的伙伴，他们在两方是没有办法取得共识的。那如果我们这样子的经验可以让市府或者是中央政府这边在法规上面有一些提升，然后在价值上做一些宣示的行动，我觉得我们的努力都没有白费了。这个剧院，大家社会大众从不知道到越来越了解，然后到能够欣赏它，那其实这是一个公共化的过程。我觉得他有这个机会能够透过这样的方式被大家认识，是一个幸运的事情。而在这个过程中，也有许多朋友、许多的人事物都参与在其中，也出钱出力为这个剧场留下许许多多的记录。我觉得这已经是台湾任何一座老建筑其实都很难比拟的事情。我觉得这就是能够为未来留下来的东西。当然，场域能够留下来，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天外天剧场当过二次大战，不过尾啊嘛是拄到拆除有名，无奈和大家相识。其实文书法1980年以来有真侪证据，代志做了未顺，就是处理所有产权的配套做了无够。之前的修法，大家比较诟病的就是说，那个文资法修法都是对于所有权人的限制或者是处罚，那奖励措施或者是补偿措施其实是不足的。那现在最重要修法的就是要去弥补奖励或者是补偿的这一个措施。政府机关可以编列预算去做架构。那另外也有可能，如果说有适当的土地可以移地，那这个未来都会在我们的新修法的那个文资法里面。同款的难题变作解套，台中市台湾大道边的千年加冬树，是在地民众和公民团体、甲市政府协调，透过用这吊牌奖励建商关系，成功保存落来。啊，旧市区中央册局是圣基基金会买落来，修理好势了后，关到上线人文基金会。旧册局的价值，唔敢是买袂差的利润，是敢会当替台湾留下文化。
然后由上善人文基金会这样的一个 NGO 组织去对中央书局做永续的经营，这样子为什么好呢？因为如果说它还是挂在他们自己的名下，还是属于私产的状况之下，那你其实很难算计到2、3代之后，对于文化，对于经营书局这样的一件事情，是不是还保持有相对高度的热情？那如果说答案是不是的话，那很可能中央书局又再一次的堕入风尘。我们从公有产权的保存到私人产权的保存，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进步。我觉得我们一直在寻找方法。我觉得天外天是否能被留下来，它都为我们去开启了一扇门。这扇门是让我们通向说如何让社会坐下来讨论这些属于私人的，但是具有公共历史价值意义的建筑物，它如何能够被更好的保存下来，然后不侵犯任何一个人的个人利益。老建筑是城市的基地文化地标，不过无完善的法规造成对立冲突，在咧文化和商业的价值互相影响，求共识、找解方，愈需要是公部门和民间做合作，才能替大家故乡甲重要的文化资产留落来。